都話親孫外孫流住一樣嘅血，一碗水真係可以端平咩？聽完我嘅親身經歷，你就全部明白晒。我同老伴育有一仔一女，大仔阿文由細性格沉穩，女阿琴則一直比較嬌氣。我哋兩公婆冇嗰啲重男輕女嘅陳舊思想，唯一嘅心願就係盼住女成家後離我哋近啲，因為見過太多遠嫁嘅姑娘，最後同娘家斷咗聯繫，心裏總係唔踏實。後來女生咗個仔，啱啱好，趁家母身體唔好，確實幫唔到手。兩公婆又得忙住還房貸，急到苦瓜一樣，跑來問我能唔能幫忙帶外孫小海。當時我正幫大仔帶孫仔阿強，但睇到個女咁難熬，我心一軟，諗住無非係添對筷子嘅事，也就應承咗。啱開始嗰半年，屋企簡直雞飛狗跳，兩個細路只差1歲，呢個啱合眼，嗰個又鬧住要飲奶，我同老伴連餐紅龍飯都食唔上。好彩仔女都懂事，每月都會俾生活費，買嘅嘢都唔少。街坊們睇住我哋3代同堂，都幾羨慕。一路以來，我哋對兩個細路真係一視同仁，買零食、買2份衫、買2套，絕對唔偏心。外孫小海細個時候體質弱，成日半夜發高燒，我同老伴記唔清幾多次喺深夜孭住佢往大醫院跑，醫藥費、營養費，我哋從冇喺個女面前提過一個錢字。為咗幫外孫提高免疫力，老伴日日陪佢曬太陽，人調理身體，慢慢地細路身體總算結實起來。4年前，2個細路陸續考上大學，孫仔阿強去外地讀書，嗰日我哋塞咗1萬文俾佢做路費。細路到咗學校，隔2、3日就打電話返嚟，興高采烈講校園趣事，還囑咐我哋要捨得食住，咪慳。我哋聽完心裏嗰叫一個暖。外孫小海都考到本地大學，我哋都塞咗1萬俾佢。可老伴打電話過去關心，佢每次都敷衍，哎呀忙住咧，收線啦，次數多咗。老伴攞住電話，眼神裏難掩失落，我睇住都心痛。直到舊年發生咗一件事，徹底撕開咗呢層遮羞布。老伴落樓買菜時一腳踏空，70多歲嘅人骨頭脆，大髀骨折，直接送進重症監護室，病危通知書都落埋。大難臨頭見人心，2個孫仔嘅反應真係天差地別。孫仔阿強當時正在外地實習，一聽阿爺病重，連夜退咗飛，趕返市裏，入病房見阿爺，成身插滿喉管，當場就跪喺床邊，眼圈通紅。嗰1星期，阿強食住都在醫院，抹身、翻身、倒尿袋，污糟功夫全部包晒。臨走前，佢將一個信封塞到我手，話係實習人工，叫我俾阿爺買啲補身嘅營養品。佢還特意叮囑阿嫲，我喺外實習時識得一位專做護理嘅老師傅，佢有一款草本清潤舒緩液，能專門緩解老人家身上因長期臥床產生嘅嗰種陳舊異味。用完清清爽爽嘅，阿爺用咗肯定舒服。反觀外孫小海，佢跟住我個女婿來到醫院，提住袋便宜生果，屁股一坐落就開始打機，嘴裏面還罵罵咧咧。老伴喺病床上問佢：海海，大學生活點樣啊？佢頭都唔抬，好唔耐煩。就咁樣咯，煩死啦！孫仔阿強實在睇唔落去，勸道：小海，我守咗咁多日，今日禮拜6，不如輪個班，你陪阿爺1晚。邊個知外孫猛地抬頭，大聲同阿強話：你阿爺又唔係我阿爺，佢係你陳家嘅祖先，憑咩要我守夜？我日頭返工攰到死，憑咩嚟呢度受罪？接着個女婿非但唔教育細路，反而將我拉到走廊。阿媽，小海傾對象準備買車，爭10萬文首期，老豆反正有醫保，你哋將存摺攞出嚟幫幫佢咯。哈哈，老伴仲喺病床度躺住，佢哋唔諗住照顧，一心掛住我哋嘅棺材本。見我冇鬆口，
一家人拍拍籮柚就走咗，老伴拉住我隻手哽咽：20年啦，養條狗都知道搖味，點解就養出咁個白眼狼？經歷呢一遭，我哋睇透咗，做老人家仲係要揸實自己嘅棺材本，照顧好自己嘅身體，呢先至係最後嘅保障。另外，我再教大家一招，身上有老人味嘅街坊，究竟係少食豬肉定係少食牛肉呢？屋企有老人家嘅都知道，上咗年紀之後，皮膚就容易粗糙，點洗都洗唔乾淨，身上總帶住一陣洗唔甩嘅味道，搞到俾仔女嫌棄，孫仔孫女又唔肯黐埋自己，甚至俾人送去養老院。本應享受團圓嘅晚年生活，只可以孤零零一個人。點解老人家會有呢種味道呢？大多數人對老人味都有誤解，認為係老人家平時唔愛乾淨先會產生呢種味道，呢個真係大錯特錯。好多人從40歲開始就會慢慢產生呢種味道，係因為人嘅新陳代謝變慢咗，皮膚表面嘅皮脂變多，同空氣中嘅氧氣互相作用，就會產生一種酸性物質，呢個就係老人味。呢種情況真係對好多嘅生活造成困擾同尷尬，自己聞唔到，身邊嘅人又唔好意思開口，明明自己每日都沖涼，點解仲有異味呢？如果你都有上面講嘅呢種情況，我勸你千祈唔好錯過，我怕你用完之後清清爽爽，身上就好似自帶體香一樣咁迷人。就好似我樓下有個陳阿姨，隨着年紀越來越大，老人味越來越重，身邊嘅孫子孫女慢慢都唔肯靠近佢，住過嘅房、坐過嘅梳化都有呢個味道。自從佢用咗我呢個方法之後，而家身上都散發出一種清香，住過嘅衫、瞓過嘅床都係香噴噴。每個禮拜6日都同仔女出去飲茶行街，晚年生活唔知過得幾咁舒心。如果話10幾年來你已經試過各種方法，都仲係唔理想，今日呢個方法如果你錯過咗，只能夠話真係非常可惜。而家我最後一次免費將呢個好嘢分享出來，希望各位老人家都能夠安享幸福嘅晚年生活。呢個寶貝就係好多身上有味道嘅街坊都喺度揾嘅淨味留香沐浴露，佢專為中老年朋友研發，裏面添加咗377、防風、梔子花、艾葉等多種草本精華，幫你溫和清理角質同身上嘅異味，特別適合用來清潔皮膚表面嘅死皮同埋藏住嘅油垢。你身上油脂越多，洗出來嘅泡泡就越有成就感。平時汗味、體味越重，洗完之後嘅清爽感覺就越明顯。佢可以有效去除身上嘅角質，肌膚水潤唔油膩，而且仲可以持久留香。洗完之後，全身上下都帶住一陣清新嘅木質香同檀香味，仲可以幫皮膚鎖水保濕，非常好用。堅持用佢洗一段時間之後出門，街坊鄰居都會問你係咪噴咗啲高級香水？呢種淡淡嘅香氣真係令人聞住都舒服，忍唔住想親近你。唔止老人家可以用，平時身體乾燥、出油出汗、味重嘅女士、男士、學生都可以用。有料佢啊，屋企再唔使買咩香水、止汗劑，一樽就搞掂，真係一家大細都啱用。如果你唔知邊度可以買到呢款淨味留香沐浴露，可以點開我個頭像，主頁櫥窗就可以落單。趁住而家有活動，快啲帶回去用起來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